即間人類世間嘅迄度啊，講到咧驚，熱天即間上唔得，因為思想沒有錯驚嘅問題，未來到自家嘅生活中，未來到自家嘅家庭度，或者來到自家嘅生命中，所以呢個經節講自家啲，呢個以賽亞書41至17樣講自家啲，佢講唔好驚，愛跟你同在，唔好擔心，因為愛呢上帝。愛用本一嘅心，愛幫持你，愛揸你用一個真手帶你去得勝嘅路。那所以上帝教把自家唔好驚，行呢個社會，行呢個路途，因為到上帝嘅真手揸自家帶自家去得勝，佢滅本自家嘅心嚟行呢個生活，係咪人要傾聽上帝？依靠上帝，相信上帝，佢嘅同在，俾一個新嘅力量、新嘅精神，攏總嚟行呢個世間嘅路途，一個條得勝嘅路，因為到呢個真手，大家同在，帶一個嘅得勝。1哥林多15:57咁樣講到，但係要感恩對上帝，因為到上帝本一個得勝，在耶穌基督內中，所以讓人自家會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係個上帝，佢個同在在社會裏行道，自家過頭節嘅問題，過痛苦，過呢個煩惱，過呢驚嘅問題，佢本一個滅強自家嘅心，帶自家過呢驚嘅，帶自家嘅得勝，所以讓人自家會用呢個恩典，用呢個力量嚟行呢個社會嘅日子，因為呢個人類攏總有限制，係依靠上帝，佢冇限制，嚟個同在，帶自家過節去得勝嘅路，阿門。